Hello， 我是伍思爱，我今天要拍底部是在哪里？就只有剪，那有布吗？没有布，不要可以。大调的时候是这样，没有了。这边实在是太漂亮了，我刚刚有一种，其实还在布置的时候啊，我要摸着那个场地上面祷告。底部是在哪里呢？这首歌其实要说的是一个都市的女孩，她在睡梦中听见母亲的摇篮曲。那之前一刚开始在设定的时候，这个女孩她其实是一个舞娘，然后很会跳舞。在一次的工作过程当中，都市里面生活，然后非常的混乱，被一个脸上有图腾的男子相救。所以在 MV 的画面里面会看到很多的那种都市的投影啊、串影。所以底部是在哪里，也有一点点像反映我自己，就是我会不断的去询问说，你在哪里啊？自己到底在哪里？自己身在何方？那底部是这个名字，其实是我外婆，也是我女儿的名字，在呼应，就是希望我的女儿不要忘记祖先走过的这一条道路的祖先是谁。所以希望听到这首歌，然后看到这支的 MV， 想你们会喜欢。这个符号啊，是我专辑本子里面的符号，有月亮、有太阳、有星星，每一个印记的综合体，而且是老师一针一线缝的。谢谢我的詹詹老师。这次其实我们在聊的时候，其实听到你专辑的音乐，跟你对这个 MV 场景的一个想象的时候，我已经开始在复刻出我应该要怎么去呈现这样的一个画面。当下的一个想法是我如何让整个场景就像户外一样，可是我们的灯却是能够像室内场景一样的效果，是完全的让它的那个自然度能够重新展现出来。然后不论是我们还有一个湖，有漂亮的湖畔，花的层次、颜色各方面，其实我们在细节的部分也算是做到一个精雕细琢。当你看到青苔出现的时候，我觉得，Oh my god！希望一件事情，我希望它能够复刻大自然的那种力量，加上今天的灯光，又完全呈现了我的最爱。来，我们准备了。希望大家在这边可以玩得非常的开心。看到我这一身的衣服，黑白色的，是我很尊敬的一位设计师的衣服，他是台湾族的安德烈，他是仿十字绣，所以这一袭我觉得非常适合这首歌，就是有一种两个世界，一黑一白，不断的交织的感觉。慢慢收，哇，100分，这个位置。